今仔登照3.0头一阶段开始实施，包括请外籍看护的家庭，买当来使用社区照顾的接送服务，有补助。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推动带时代上班的计划，互照顾者会当真做是老人日照中心的员工，那上班趁钱，买当来照顾家己的亲人。 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去年头一届推出由家庭照顾者亲身演出的广告，实实在在表现照顾者压力持续累积的情绪，讲出真侪人的心声。我有一天晚上，我自己都吓一大跳，我竟然想打他，差一点就想要拿衣架打他。广告讲出照顾者现实的压力，总会嘛提出解决的方法。 推动带长辈上班的计划，让照顾者接受专业训练了后，来日照中心服务，唔但会当安心照顾家己的时代，嘛会当照顾其他适龄的个案。重新找到工作的价值甲生活的便帮。譬如说，他们刚要去上工，然后就遇到了长辈临时身体有状况不能去。 那所以，我想这个计划的挑战还非常的多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广下去，帮助更多家庭照顾者带着长辈一起走出来。中照3.0第一阶段新制伫9月初开始实施，重点包括放任请外籍看护，会当使用社区照顾模式，扩大社区式交通接送服务范围甲给付的额度。一般区域接送的给付的额度，按一抓100块变115块。 原乡离岛一抓120块变140块，另外调整徛给哮喘服务的内容，按今日当踮咧厝内做的哮喘服务，放任甲会当去安全的户外场所，营养照护补助是按44000变34500块。秉持着以弱势优先这一个大的前提，全民的健康覆盖的目标。 那么健康台湾的愿景来努力，新制渐渐来实施，政府和民间做伙起造更加完整的照顾网络，让家庭照顾者袂阁孤单奋战，嘛希望健康台湾的环境一步一步向前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